有兩個和尚一齊趕路，途中佢哋行到一條河邊，見到一個年輕女子企喺岸邊，一臉焦急。原來河水湍急，個女仔自己根本唔敢過河。大和尚見到之後，只係企喺一旁冇出聲，但小和尚就主動行上前，同個女仔講：我背你過去啦。於是小和尚直接將個女仔背起，小心翼翼咁送佢過河。過到對岸之後，小和尚就輕輕放低對方，之後兩個和尚繼續上路。一路上，大和尚一直沉默不語，直到第二日，佢終於忍唔住開口責怪小和尚：我哋出家人唔可以隨便同女性有親密接觸，你點可以背一個女人過河？實在太不像話。小和尚聽完之後，擰咗一擰，然後平靜咁問：女人？邊個女人？大和尚即刻話：就係琴日你背過河嗰個女仔啊！小和尚聽完笑咗笑，只係淡淡講咗一句：原來你仲記得，但其實我琴日過完河就已經放低咗佢，反而係你到今日都仲未放下。短短幾句說話，卻點醒咗好多人。其實生活中好多煩惱，並唔係事情本身有幾嚴重，而係我哋一直唔願意放低。有啲人因為一句說話難受幾年，有啲人因為一次失敗永遠唔敢再開始，有啲人因為一段感情困住自己好多年。事情明明早已經過去，但內心卻不停反覆回想，不停糾結。最後折磨自己嘅，從來唔係經歷，而係執念。其實人生好多事都好似秋天嘅落葉，葉落咗就應該隨風飄走。你越死死抓住，越唔肯放手，最後受傷最深嘅往往都係自己。而真正成熟嘅人，唔係從來唔會受傷，而係懂得放過自己。學識放下，並唔代表懦弱，相反係一種高級智慧。因為人活得太累，好多時唔係因為事情太多，而係心裏裝住太多放唔低嘅事。當你開始學識為人生做減法，少啲計較，少啲執着，少啲內耗，你反而會發現自己活得更加輕鬆自在。做人其實最重要唔係永遠贏，而係有能力放下。真正厲害嘅人都有一種能力，事情過咗就唔再反覆折磨自己，就好似小和尚一樣，坦坦蕩蕩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呢種人先真正活得通透。你認同嗎？